哇！而家啱啱就開始咋係嘛？啲掌聲如雷，亦都俾咗佢哋好多嘅支持，多謝多謝。咁啊當然啦，樓下在座個個都係咁賞面嚟到參加今日嘅粵曲粵劇表演咧，係多謝你哋嘅支持。有招呼唔到台面嘅地方咧，希望各位多多包涵嚇。好啦，跟住落嚟嘅咧就係粵曲對唱合兵破曹。合兵咧係指蜀國同吳國咧一起結盟，打破曹軍83萬大軍。咁啊，周瑜咧佢係三國東吳大將，佢對諸葛孔明咧，佢聰明過人之處咧係非常之妒忌。咁啊有一日，佢係詐病想話引孔明前嚟咧加以謀害。咁你估孔明係蠢仔咩係嘛？知道佢嘅蠱惑啲嘢咧，當然係唔上當㗎。咁啊佢哋欣然前往。一起咧就共商謀策咧，係想對付曹兵㗎。咁啊，孔明同周瑜咧不謀而合，就講出破曹係用火攻，但係當時又唔吹東風喎，火燒唔到曹兵嘅船又點辦呢？不過好彩咧，孔明就識得奇門遁甲，可以借東風。佢呢個方法咧令到周瑜大為驚訝啦。嗱，各位，佢哋兩個到底用啲咩方法？係到聯繫上嚟大破曹兵咧，咁啊跟住落嚟咧係請細意欣賞由劉碧華小姐、何順光先生對唱嘅《合兵破曹》。
難心啊福之患啊！看他企謀這一戰，真果是智勇。無雙紫荊全然，說他能言難並莊成義也說前那身，好待他前來探訪啊！真豔陽，佢假豔陽，我預料佢用下雞，實在全身無勁做。攻心計一淚肉就謀害我，能那恨那情啊我，諸葛亮那謀。早有預防，呼籲那土面竟也無妨，吐得光土望向敵亞營，借來萬箭寶身安，為令要將身喪。公緊刀啊，財散領我，又恨我認眼有略佢以詐相氣，我誠心過認，貪啊眼見到讀，哦，先生到來，先生請坐。教座。公瑾不知大駕光臨，請恕我抱病之身，未能恭迎，其為體諒啊！英文都督身軀不適，所以特來問候啊！望都督你早復安康。哦，先生
解啲。道說都督吐藥，我仍求安。小樣何夢勝瓦衣裳，窺探的雅形感冒神迷惘啊，此身許國並到也是平常，都督眾心於國事未安，上蒼庇佑人無恙，天國災禍天意不得可量，捐軀報國要與貴吉祥，小兵有何誰有傷？卻恨曹兵囂張。我略呢解啦其和隨病章。先生你快開一方，可保你能安呢可？先生愛戴永記不忘。有次中捐過來，溫房侍候。出山人所料，周郎佢詐病來有迷章，只計瞞得過別人，難瞞量，如人可讚啊！為是6萬條和，無能兵裝，想的是積無成病，在身旁生病折磨，神俱喪，未明得陽之甘露，並無妨，無海內心若難求。不勝
怕天涯那開角兩眼望望。啊，先生，咁豈不是冇得醫？先生有得醫，不過都督你嘛。如何？我看出都督嘅病源，不如同把心藥輸掌上啊！都督你道如何啊？如此說，先生請。都督請。先生，我哋書寫已成，可否交換一同觀看呢？好過一同觀看，如此說，都督請。先生請。請。火嚇！周都督，若破曹兵須用火，同時英雄之見，你我韜略包藏啊！哎呀！有超人智慧，真令我寢食啊難離我。時機隨繞到，少女暗藏刀，真令我仰慕先生。你才識嘅我講了，一字雖能療軍兵，若求痊癒，且待我開火。16節，包你藥到回春，倘若不靈眼孔明，怎麼樣？願擔成罪狀。稍等。在此，請都督一看。大謀已關。欲破曹兵，須用火攻，萬事俱備，只欠東風。萬事俱備，只欠東亞風。龍東河川，
氣餒啊！曹操難免似災殃，龐統進言，他竟相當。屬顏那色，天問，知無東風那個，生人自有東那風，可借。哦，先生，你唔能借東風？失禮失禮。生人親擇此道。嚇！令我無限驚訝王，他屬雜頓，呢甲奇也悶，才智居之上。先生能呼風喚那雨，恭謹敬仰，非常簡單。助你牽那旗，眨眼將。好啊！你將東風借萬分理想。把聲都話唱，在我果公這麼忙，憑你撫慰定膽他日破曹，你公居首。一年到生靈塗炭，我便罪人難當。望到你助我成功，珍重一聲離譜。搞退了，先生請。周郎少女藏刀何錢量？且看我安離苦月。關經霜。你呢個野島啊！
知道徒事狗烹，你又怪我周郎無良。待等你把東風借取，然後便繞進宮床，壇台下滿布伏兵，謀將你剁為肉醬。我誓隨子心腹大患。大丈夫應有狠毒嘅心馬長。